谁具广文，傲慢高，修行好者积财宝。谁依正途，谁依什么？谁依净处？谁依净处？依靠的依是吧？是。啊，净处多散乱。谁立故乡，无羞愧。因为形象修法者，必得喜爱造恶业。虽已见到他人死，然却不知自将亡。如是此等修行人，首先应当于何者是吧？于何者？何者？那就帕当巴克西所讲的一样，他是说西藏人没有一个人修死亡，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就修持死亡无常的法，但是呢，没有一个没有死的，没有一个留下来，就相当于很长时间都没有死啊。这个人就是已经是200年前的人啊，他都还没有死，那种人是没有嘛，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我们就后面呢，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没有就修好的情况下，那所谓的谁能够可以听闻的方面更广泛的听闻佛法啊，觉得大家都说哦，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有些怎么说呢？你们听起来就是会是有些奇怪一点，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并不是很奇怪。因为是你们所讲的，因为你们就说啊，某居士是修持多年什么，啊，大家很多人来说的也是非常非常相信他，然后就他说的他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当做比佛陀说的还更重视的那种，那也有很多那种实践人在城市里面。那么实际上来说的那些人呢，就是当然就是在从那个佛法的理论上面，那么听闻的部分各个方面，那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光，但呢实际上来说的就很大的傲慢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就没有好好的去修，只是学习过。所以修持佛法是闻思修3个过程是都必须得要有的啊。缺少了一样不行，而且缺少一样不行的里面呢，就是在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更不能缺少的就是思维跟修持。刚是听闻佛法、学习佛法的情况下，知识渊博，但没有去修持，那就怎么说呢？傲慢就很高。修持佛法是要消除自己内心的一切烦恼。那么在学的更多，懂得更多，傲慢就更大的话，那么就并没有消除一切的烦恼，因为傲慢度那么大，那其他烦恼那同样的会大，所以呢就没有用。没有用的情况下，这里面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怎么说呢？所有的那种佛教的知识高的那些人都是有傲慢的，不是这样的。但是修的不对的人，内心当中没有生死无常的这种概念的人，没有去真正的实修的人，虽然学了很多，虽然听了很多的法，但呢，最终对他的内心当中，他的心相续当中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反而呢就是对他升起更高的傲慢心，所以呢就到最后呢变成佛法本来是能够可以在驱入正道的方式，但是呢让他能够可以让他驱入恶趣的因
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观修无常是开启一切修行之门的前行那可以开启一切修行之门的前行。那么不光是学一学，什么都要学，学了会了有文化，然后呢就是能够可以在大声讲话就可以吗？那也不是的，因为我们必须得就是要修持佛法。修持佛法的话，不光是我们有一些知识就可以，那必须得要修那么修的话也是一样的，要有精进心，要有这个方面的这种努力，要精进修持的这种心要产生。那要产生这个心的话，就最重要的就是要修持无常，观修无常，观修无常才是最殊胜的方法。一句是问波多瓦格西消除恶缘的窍诀波多瓦格西回答说：如当多思是无常，若心生起死亡念，尽诸罪业无困难，修持善行无困难。倘若在此基础上，如多修持慈悲心，与自相修能升起，利益有情无困难。倘若在此基础上，多修诸法实相空，与自相续能升起，清净明乱无困难。如果与自相续中能对无常升起定戒，则能够彻底舍弃对今生世间一切事物的贪执，犹如呕吐症患者不愿吃油食一样。我的至尊上师如来雅尊者也再三说，我虽看见世间上那些最高贵、有权威及富裕及美貌的人，但对他们不起羡慕之心，而注重前宾高深大德的事迹，致使自己的相续中升起了少许无常定界的缘故。因此我除了无常以外，没有其他更殊胜的教源传给别人。如来雅尊者。那么在相续中，对无常升起定结的界限是怎样的呢？像卡拉贡琼格西一样，格西在护藏的觉摩格拉山修行时，岩洞口有一荆棘虫，常常刮到他的衣服。开始他想要砍除，但转念一想，我也许会死在此岩洞中，不知能否再有出去的机会，唯有修持妙法为要，所以一直没有砍出荆棘丛。再出洞时又想，不知道能否再返回此洞，这样在此洞修行了多年，最后可惜已经获得成就，仍然没有看出荆棘丛。所以我们今天这里讲的全部都是修持无常的重要性，而且修持无常的情况下，我们平常很多做不到的这些没有办法放下的这些实践的说是，
那么在修无常的情况下，这些都比较容易能够可以放下的。从内心当中真正的升起了无常的心、无常的定界的话，那么在很多我们平常放不下的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放得下。就这个意思的啊。不多巴格西，就是对，不多巴格西呢，就是要给他的这个窍诀，修持净除业障的最重要的方式。他问的时候，因为这些呢，就是不是平常人跟人对话一样的。因为平常从这里面看起来的话，就好像是一件事情，但是这里面宝智仁波切写在这里面的原因是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重要和不重要是我们自己去好好的思维思修才是知道的。那相当于就是在一个糖果，你看起来没有吃过这个糖果的话，就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根本就是尝不出来的，只是看一看。包装如果是很好的，那可能应该是会觉得应该很好吃那就是所谓主要是一个糖果的话，应该会知道说应该是甜甜的，但实际上真正的味道是自己吃起来才是会能够可以知道的。所以呢，我们修持佛法也一样，真正的我们能够可以在内心当中放不下的一切不清净的心、迷乱的心，然后断除一切恶缘的部分，然后这些都是用什么最好的方式去这样问的时候，那当然什么东西都是很好像比如说消除业障是什么东西是最好当然就是修金刚萨埵的法，做善事供养布施绕他草圣礼拜等等一切的法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一切的里面，自己真正的能够可以最终能够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是要做的是什么？这样去问的话，那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真正的去观想无常观想无常，而且是有菩提心的基础上观想无常。修持佛法的修行，佛法的真正的核心是什么？菩提心。菩提心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怎么说呢？那个知礼悲知是菩提心悲是为一切众生，知是空性悲是为一切众生的慈悲心空性跟慈悲心这两个呢，就是作为主要的基础。那么基础之上呢，能够可以再观想无常，这是最为殊胜的。那我们平常都是想为什么要观想无常？无常是事实，就是无常。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万物一切法的本性是空性的意思也是同样的。我们观想无常，能够可以更容易产生怎么说呢？那个无常的定解，也是同样的。我们为一切众生能够可以产生菩提心能够产生菩提心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更能够了解空性的真相。所以空性与菩提心这两者来说的话，我们主要的必须的要修持的佛教的核心。所以无常的重要性都是在这里讲到，就是今天讲的都是无常的重要性，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就是讲我们学习这些那个卡拉冈琼卡拉什么嘎拉宫琼是吧？嘎拉宫琼，那藏文里面叫卡拉冈琼。
噶勒公卿就是一位非常有羞耻的、非常有成就的一位修行者，就是一位过去的一位格西。那么这个他的修行的过程，他重视哪部分？就是重视无常。无常观想无常是作为他修持一切法的基础。所以呢，你内心当中有了无常的这种概念的话，那么其他的所有的殊胜的法，你不去不修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就是基础就是无常，而且是就像一个人的话，就心脏一样的，最重要的就是无常的法。所以他呢，就是在一个山洞之中，他在闭关修持的时候，那当然可能是很多人去过山上，有些地方呢，就是进出的时候就不是非常方便的，有些树木就是有些草等等，这里面所讲的也是荆棘丛，荆棘丛你们听得懂吗？就是树上面有一些带着吃的，然后如果是碰到的话，就会怎么说呢？那个皮肤都是会刺到的那种，然后就是衣服那些挂到那边，就会走过来的时候会挂到衣服的那种。他在修行的这个山洞的，在出来跟进去的这个路上，就是路线之中呢，就是有一棚这样的怎么说呢？树木。那么经常他进出的时候都会挂到他的衣服。他每次都想，那这个先把这个看掉。那当然就是从这个我们仔细的去想的话，那如果是只是一个这样就是一把就拔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他可能也是应该早就会拔到，会拔掉。但是肯定就是一个修行人本身去山洞中修行的那些人，本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如果自己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用品都是不是跟普通人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呢，可能也是要看掉那棵树的话，也是需要下一点点的功夫，才是会看掉。那肯定是这个是我们想象都想象得出来的。并不是要什么工具就有什么，马上就做什么都很容易的那种，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一个人在山上的时候，而且本来就是去修行人的时候，去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闭关的时候，那么也是有很多种有些就是好的修行人去闭关的时候什么都不带去，然后也是不会饿死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什么都带着。什么东西都是带好了，全部都弄好了，去山上闭关，那个人就修行是修不好的。那什么都不带的，最简单的去走的那些人，饿死不会饿死，但也是修行会修得好。就像这样的故事，所以就是这位格西来说的也是肯定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呢，就是要开掉这个这棵树的话，也是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呢，他就是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常常都会想，哎呀，算了，我要看这个书的话，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不如我进去好好的修，这次进去就好了，不一定会出来也许会死在洞里面，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干嘛浪费这个时间那出来的时候又这样想，哎呀，算了，就反正就出去了，不一定会进去那么在这个中间，我要浪费这个时间干嘛呢？那么这种来说的话，也是他出来也好，进去也好，在任何时间当中都是在修持佛法，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做其他的任何事情。那么就想要砍掉这个书的话，那就可能他用心砍这个书的话，那么这个时间当中呢，他就是变成了就是没有修行的一个过程，相当就这样的就不敢浪费这么一短的那个时间。那如果是我们一个时间人来说的，就不知道会什么时候死，但是修一个房子修好几年，为了要自己住，然后再修好几年都不怕，主要是有钱的话就会修，对吧？那么这两个不一样的，所以呢，修行人
就像卡拉格西一般的这种修行人来说的话，那就实践才是最为重要。那他这样的做法呢，那么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下面难得，人生难得，下面人生更难得的这个，在他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理论上所讲的这位修行人所做的是完全符合的，对不对？那如果是没有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有听过这些法，然后就是在这样的就是在行持的时候，那很多方面就比较没有办法符合啊。所以我们这样去想，那么其他的方面来说呢，我们就不用去想有没有其他人符不符合，要看自己有没有符合，自己有没有符合这个里面所讲的，我们是不是自己是不是一个下面人生？如果是下面人生的，我们把这个下面人生的实践怎么去使用，又再怎么使用？那么我们目前在自己使用自己的下面人生的这个方法是否是正确？要这样去修持。然后他在那个山洞里面修了很长时间在已经是好几年了吧，一定是好几年。然后到最后呢，他就已经是成就了。那到现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来了他的故事，在那座山的这个山洞当中修持的这个整个的故事而且是最后的成就的故事但是呢，那棵树呢，还是没有人去砍，所以他对实践法跟修行这两个的重要性、重视性就我们可以在作为跟随着他们的这些弟子们来说的，可以学习的。自本作人着空着